希伯来书第1章，上帝既然伫古早时借着众先知多处多方的吩咐列祖，就伫这个末世借着伊的囝吩咐咱，古早已经立伊做承受万有的，也捌借着伊创造诸世界。伊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常常用伊权能的命令托调万有。伊洗清去人的罪，就坐伫关天至关者的大屏。伊所承受的名，既然比天使的名搁较尊贵，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上帝将来对迄一个讲：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搁指着迄一个讲：我要做伊的爸，伊要做我的囝儿。搁上帝予大囝到世上来的时阵，就讲：上帝的使者拢着拜伊。论到使者，佫讲上帝用风做使者，用火焰做仆役。论到囝，却讲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怨恨罪恶。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。用喜乐油抹你，赢过抹你的同伴。佫讲主啊，你起初立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做的，天地拢要灭无，你却要长存；天地拢要亲像衫，渐渐旧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亲像一领外衫。天地拢要改变，只有你永无改变。你的年数是无穷尽的。所有的天使，上帝将来对迄一个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等我予你的对敌做你的骹踏。天使减无拢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迄个特别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